大家有冇試過對一個男人越好，佢越唔識珍惜？你噓寒問暖，隨傳隨到，為佢改變晒所有計劃，最後對方話同你一齊好大壓力，或者明明 dating 氣氛好好，但之後冇下文。你成日諗點解我付出咁多，佢仲係唔識珍惜我？冇錯，無條件為愛情投入嘅女仔，大部分唔會有咩回報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，我係 IG 經營愛情玄學服務，處理好多愛情諮詢、前度復合、第三者問題、曖昧處理、正緣預測，見過好多遺憾同眼淚。今日開始，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，結合我嘅玄學經驗，幫大家喺書中學到嘅實戰技巧應用喺自己感情度。星期一至五朝早8點鐘，我都準時喺度陪你。第一集要同大家介紹一本書，喺台灣同日本都好紅嘅，叫做《讓男人追着你跑》。作者麗子海福特喺日本係好資深嘅戀愛諮詢師，佢發現好多女仔愛情失敗，唔係因為佢哋唔夠好，係佢哋唔識男人狩獵嘅本能。佢提出一個好重要嘅觀點：男人天生係獵人。如果你表現到好似一隻隨時可以捕捉，甚至可以主動跳入籠入邊嘅獵物，佢係唔會對你有興趣嘅。書入邊講到一個好殘酷但好真實嘅概念：無條件為愛情投入嘅女仔，男人係唔會將你放喺第一位，只有驚你俾人搶走，先會特別珍惜你。你可能會諗，我對佢咁好，佢一定會越嚟越中意我、依賴我。錯啦，男人唔係咁諗嘅。你嘅行為無形中話俾佢知，我本身冇乜價值，所以先要對你咁好。你可憐下我，愛我啊！呢一種行為同低價拍賣一樣，就好似免費菠蘿包，隨便派俾人都冇人想要，但名貴包包大家就爭住要。呢本書就係教你點樣由免費菠蘿包升級做名貴包包。書入邊講咗4種行為，女仔千祈唔好做。第一種，生活重點完全圍住個男人轉，隨傳隨到。KK 師傅分享一個喺 IG 諮詢入邊遇到嘅真實個案。女仔本來約咗閨蜜去玩，點知男朋友突然間話今日放假好悶啊，不如一齊食飯啦。佢即刻爽約過去陪佢。呢個情況經常都出現，長此之後佢冇咗自己朋友圈，男人反而覺得佢好悶，冇吸引力。你越隨傳隨到，佢越覺得你冇晒自己生活。第二種，明明一開始係佢追你，之後變做你追翻佢。尤其是喺曖昧初期或者啱啱拍拖嘅時候，一開始明明佢每日同你講早晨搵話題，但慢慢你發現主動嗰個變咗係你。試諗下呢個場景，你 send 信息俾佢，過咗2個鐘頭佢冇覆過機，你嘅心開始亂，不停攞部電話出嚟睇，個腦開始編劇，佢係咪出咗咩事啊？定係同第二個女仔一齊啊？係咪我頭先講錯嘢啊？於是你忍唔住 send 第二個信息，喺度做緊咩啊？過多1個鐘佢仲係冇覆機，你再 send 信息俾佢，點解唔覆我啊？你係咪好忙啊？甚至乎打電話過去。男人係直線思考嘅動物，佢唔覆機可能係打緊機或者瞓緊覺。當佢一起身見到10幾個未接來電同信息，佢第一個反應唔係窩心，係好大壓力，心諗黐線噶，所以佢好想逃走。第3種行為係最令人心痛嘅，就係習慣性認錯。KK 師傅有另一個個案，有一對情侶約會，男仔遲咗半個鐘嚟到，仲要一句 sorry 都冇，掛住玩電話。女仔忍唔住抱怨2句：你下次可唔可以早少少啊？人哋企喺度好攰噶嘛。男仔即刻黑面玩冷暴力，成餐飯一句說話冇講過。過咗2個鐘，女仔開始不安，佢驚個男仔會因為咁樣而分手，於是佢主動開口：對唔住啊，頭先我語氣重咗，你唔好嬲啦。因為對呢一段關係太執着，太驚失去，所以寧願犧牲底線。但你知唔知，你呢一句對唔住，其實係教緊個男人下次點樣對付你。佢會發現，原來只要我黑面，你就會驚；我唔出聲，你就會妥協。好多男人都唔中意一個冇底線嘅女人，佢只要變本加厲，因為佢知道無論佢幾衰，你都會挨翻佢轉頭。最後一種亦係最極端嘅，就係連出軌都可以無條件原諒，只要佢肯翻嚟，你乜都得。好多女仔會自我催眠，佢只係一時糊塗，佢話以後唔會啦。但你要明白，如果一個男人出咗軌，而你喺毫無代價、毫無懲罰嘅情況之下原諒佢，佢會有一個結論：原來呢個女仔可以咁冇自尊，我做錯事嘅代價係0。當你表現到冇咗佢會死嘅時候，你只會愛得越卑微，最後佢只會有更多小3、小4、小5，因為佢知道你道門永遠為佢而開嘅。作者話，一段健康嘅關係應該係男人投入嘅程度高過女仔。男人天生係獵人，佢哋享受追逐嘅過程。書入邊講，做女人要學識建立自我軸心，
唔好圍住男人轉。KK 師傅用八字嘅身強身弱同能量解釋俾你聽。每一個人出世嗰一刻就帶住一份獨特嘅能量氣場。身強嘅女仔自我能量好足，有自信、有陽光、有吸引力，男人容易圍住佢轉。身弱嘅女仔，佢嘅能量氣場比較飄忽，一旦愛上一個男人，佢會毫無條件付出，結果容易冇咗自我。我哋再睇深一層，喺玄學中，庚金係用嚟形容男人，特性係剛硬，中意進攻，中意打獵；而女人就用乙木，好似花草咁，有韌性，有靈氣。書入邊教你讓男人追着你跑，其實係叫你修煉翻好乙木嘅氣場。庚金呢一種獵人就會放低武器，心甘情願守護棵花，所以你要學識俾男人嚟追你。最後 KK 師傅想送一句說話俾大家，愛情從來都唔應該係卑微。當你開始學識點樣愛翻自己，照顧好自己嘅能量氣場，你就會發現由追住人跑變做俾人追翻轉頭，其實係一個好順理成章嘅結果。好啦，第一集嘅重點得一個，先靜落嚟問下自己，喺呢一段關係入邊，你係咪無條件燃燒緊自己？今日有一個小功課，喺留言區下面寫低你最近有冇中過頭先講嗰4種行為，無論係邊一種，寫出嚟就係面對自己嘅第一步。我會親自睇晒大家嘅留言，想揾翻自己嘅價值。記得聽朝8點鐘準時喺呢度，我會拆解男人最驚邊幾種女人，教你避開呢幾種情感地雷。如果你而家覺得好迷失，好似行緊人生低谷，歡迎去我嘅 IG 揾我傾下。link tree 已經喺資訊欄準備好啦，等我用奇門遁甲幫你睇下屬於你嘅正緣喺邊度。我係 KK 師傅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